国民党确定派台北市议员游淑慧选2024年士林大同区的立委。游淑慧表示，要对着上强的参选人民进党王世坚是困难的决定。伊嘛懊恼王世坚智勇双全。另外，去年选台南市长选无掉的谢良介宣布要争取国民党无分区的立委席次。手牵手大声咧喊口号，展现出团结的气势。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正式宣布投入第2选区士林大同立委的选战，并着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出奇制胜，要寻找骑兵，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来打赢这个胜仗。所以游淑慧就是我们的骑兵。昨天世坚大哥说他在大同已经20年了，是的，正因为您在大同已经20年了，所以你可以做什么，你做得了什么，其实大同民众都已经知道，我们就需要投入新的元素，而游淑慧就会是大同市领新的元素。游淑慧咧讲，伫个上歹棒的选区挑战上介强的候选人，这是困难的决定。不过只要有勇气、智慧，佮加上民众的力量，安尼就会赢。嘛有讲到，伫个过去捌伫个台北市府关团局服务，苏当时的业务接触上介济，就是士林大同区。对王世坚15送伊才貌双全这4字，游淑慧嘛甲懊恼王世坚是智勇双全。被他称智勇双全哦，哇！这4个字，我谢谢游淑慧议员哦，我实至名归了。去年拼台南市长失利的前台南市议员谢良介，嘛宣布要争取国民党无分区立委的席次，2024未缺席。希望说能够有对党对整个团队有更多的贡献，更大的服务空间，我就不再规划参选区域。已经参选过3次区域立委。谢良介表示讲，家己若是入去立法院，会当秉持台南市长期无国民党立委的状况，嘛来培养更较侪台南的在地子弟，未来来投入政治的领域。记者综合报道。